哇，甲较看到的吼，就有一个懂等一下的机器人吼，太甲吼什么老豆给迄动画做出来，唔係，迄真嘅有咧机器人。机器人在国之徒弟度系嘛？哇，幾個功能係乜㗎？哦，有個機器人哦，想講哦，最數也得4年吼，不一樣嘅。啊，伊我哋伊個功能主要是講睇如果啲我哋人睇諾貝爾數嘅時候，啊，伊會自動分解嘛，分解時候我自動幫我睇一個機器人放書的地方，啊，伊到40公斤嘅時候，伊起源我啟動管控來，啊，伊就會運到兒童室底嗰邊去。哦，嗰時候給兒童學習中心嘅專有的就錯嘅。嘿，錯。哇！按先進，按金鋪有咧真勁嘅機器人，也一沒有啦。我是有談過，你看機器人吼做得編收啊，做得乜嘅，也還有還書功能嘅，錯。哇！啲呀國之徒弟度就做得看到，有看到。啊，有動到小朋友要留佢翕相冇？有。係哦，佢係唔會衝到呢安尼，佢動咗嘢吸塵器，人工吸塵器。唔過衝到時我同個前單開啊。哇！其實抽你咩清定影響吼，別用嘅啊！哇！嗰時候有動到你咩會知道哦？呀哈吼，啲呀國之徒弟度吼有按流行嘅東西，像家下有講到啊吼，老人家咩做得起啊吼，小朋友去充電啦吼，從小教育就做得起到，知道佢就做得開始就做得親好看書啊，還有雷多鴉片安尼環境動好呢，採光又佳，哎呦，啲嘅宣傳嘛個書嘅用嘅吼，真勁動好，唔過。大家就啲吼，呀喺圖書館吼，可能行喺太陽就會書較多。唔過像呀國之徒有動到嘅多功能，就會希望行較多嘅人，就得來到圖書館來看書。唔過佢看書，上來都係會看電子書，行去看呀實體嘅書咯。就做得，也當做得啦。唔比我哋圖書館入面發展嘅方向都虛實合一嘛。哦，唔係為處於可以利用我哋電腦嘅一個數位平台資源以外呢，也可以來加速來看，也可以現場來看書。啊，唔止啊那樣，我哋地方又有佢們講嘅有分齡分眾，我哋甚至又有東南亞區。哦，係又東南又新住民，係又新住民嚇，如果我哋聽過國家入到我哋位啦嚇，啊，伊比如講越南啦、菲律賓啦、印尼啊等嚇，伊就特別我哋開安尼，伊類似一個專區邊嘅安尼書嚟看安尼，啊，我哋開咧很多 America Corner，哦，如講美國邊英國邊法國，我哋要開咧專區嚇，專門俾23個國家呢。伊有特色的書啊，總體地部展出。嗰個幾年文呢？年文中年文，係，就係英國嘅奧運嘛，嗱地部有奧運嘅商品咧，最新嘅哦。唔過呀，喺分呀國家發號幾分類，有分類。這個國家，那這個國家美國地度沒有兒童書，還有成人書，還有乜嘢書？就按啲去。伊啲規劃哈，有用實體編書，實體比如講法國嚟講，他用那個凱旋門啦，哈，有實體嘅東西。啊書呢，有比較有特色嘅講，也是各種嘅啲都喺上哈，總體地部仲有安尼展出安尼。哇！唔過聽講吼，地度吼，因為有動到嘅圖書館吼，大家就啲種嘅講法。細上安尼，我看書，唔過有上成日想去討論一下嘅 content 咧，聽講啲地度未有係冇？有，一個吼，我哋睇木卡。天羅當行入來同埋咁個書嘅平台，你都可以睇地個家，我哋有討論小間，嚇3蚊元5蚊元，訂機睇地個預約嚇，啊預約睇地個討論，唔必下邊研究事情啊，不講出來啊，啊睇地個可以做啲討論小間嚟，有時會生個貼心嘅一個服務，啊我哋有天陽宴嚇，有1點多年嘅天陽宴，也有2個人的，也有家庭式的，還有甚至還有我們講電話的手機式。哦，哇，呀哈真勁，手機不能離手啊！真勁，有創業嘅事情嘅吧嘛？哇，唐嘢真勁動到嘅無強用嘅分類就有做錯嘅嗬。啊，線上有去過冇？聽說有嗬。啊，你打咧沙士你就有去用過冇？你有看看他的小間討論小間呐，還有要分類啊，分國家、分種族嘛？噶嘿，有整個館從頭到尾全部都有逛過，而且我好像去逛了5次左右吧，因為都是一次從頭走到尾，這樣走完5層樓之後，腳真的很酸。可是他們的那個
那个整个空间呢，真的非常棒哦，就是因为它旁边是什么，就是公园嘛，对对，所以你在每一个楼层的时候，然后都是窗户，你都可以看到外面就是一片绿油油的，就是那种感觉，心情就很好这样子。然后有很多很现代化的家具设备，就是它的椅子呢，不会是像我们一般图书馆的那个椅子，你坐下去呢，就是像家里的沙发这样，就会觉得很舒服，拿着一本书在那边看，就会觉得哇，我自己好有气质哦。不过谈讲吼，也在地方吼，也在图书馆吼，也还没变做一个景点的，系冇？因为东东你就会去到的嘛，游览茶嘛，哦，可以讲民族游览茶啦，唔係人哋算地利之便啦，唔係人哋上去一中途上去嘛，嗰度遊覽茶到嗰邊嘅時候，看到哎呦，有安貼嘅一地方嘛，個地方，哦，原來是安尼個嗰啲公共自身圖書館，啊你落嚟，啊你有停車場嘛，啊落嚟一些都行了了，啊你有啲導覽，啊有志工去導覽嚟，講一方片啦，一方片係。哇，古时候刚才没有讲到吼，因为也系新的图书馆，啊，古时候有动到莫腔的沙石啊，还有沙批啊，还有法通啊，古时候听说会有动到的职工，系冇？职工就会搞呀老人家用啊，因为也还没有动到嘿老人家用电子书，我们大家用放大镜，也还没做的用电子书的空包字啊嘛噶，古时候就有职工会啲顺通安尼，有，我哋咪使用嘛个蹦出啊，系我哋咪有一共有400人的职工，好，啊，我哋职工是有特别。第一关的测验、笔试、口试、受训，而且要全部及格哦，对，层层关卡考验，所以才能够可以做一个志工。讲我哋志工哦，现在讲也算我挺专业冇。哇！以其他睇，而且都讲回答人家附近的一些所有的事情啊，你話你把握啦。唔講也哈知道，俺唐太吼，俺知道做在第一國之圖地圖吼，伫咧做些咩清輕風咧，那像俺清上嘅吼，根本你伫咧討論嘅吼，討論高效吼，俺清好嘅可能就係兒童在上講用嘅，還有咧剛才有看到誒，剛才樹屋有冇3D 立體，躺起來就哇，很神奇哦，係啊，很先進啊，哇，置身在裡面啊，你感覺輕貼貼啦。唔講日擺吼，根本你老太個小雞呀，凱迪克獎吼，誒順費吼，唐講也還沒有是重嘅吼，有15場。啊，也下幾件伫咧台南呢，連沙吼，還有迄多動到無窮嘅素材就多嘅。也喺今年第100盤呢發通，咩希望吼做得到有動態嘅回響。啊，回響以後吼，發通就會按呢啊，某一發就像凱迪克講，它為什麼可以一年的下去，就是可能回響大，可能有它的效益，還有很多的效果會得到嘅。不過呢，假使太搞好，有聽到啊，我附近呢圖書館有冇喏？就做得可能盲年啊，也下可能就會想到會盲年，因為今年張開始沒吼，可能盲年張有機會，可能就做得安尼回應啊，我知道也得發通動好啊，可能也得發通就做得盲年、後年安尼繼續下去就錯嘅。啊，唔過也下好我知道，根本你小嘅按圖就係書啊、圖畫書啊，看到實體嘅書，也下好正經有動到嘅電子書、平板電腦啊、輕流行啊。剛下有看到就吃只店啊，安尼吼，有動到細年嘅店吼，也下吼就唔點不用呀書記嘅，可能不用睇，不用睇用吼，嘿，你知道，欣賞，你知道也下安尼現象這樣子的現象，然後實體書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嗎？其實如果是小朋友的話，那個我覺得應該是從小，就是比如說他已經還不會講話，牙牙學語可以做的時候，那開始有一點定性的時候，我覺得爸爸媽媽或是阿公阿嬤就可以抱着他開始學習翻一下簡單的繪本，就是裡頭沒什麼字的圖片，非常鮮明的，然後選一些跟小朋友比較有關係的，比如說動物是小朋友比較顏色，對，然後就是比較容易感受的，然後當然也要選爸爸媽媽跟阿公阿嬤喜歡的，這樣講起來才會很開心。不過也他講係實體嘅哦，係嗎？對，就做對這樣子翻的哦。對，就開始先讓小朋友呢，可以從小就去接觸這些實體的書，感受，讓他不會覺得讀書、看書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不會像我們以前就是要考試才看書這樣，培養閱讀的習慣。那至於電子書呢，我覺得這是未來的趨勢哦。我自己也是，不然怎麼會戴眼鏡呢？可是我覺得呢，很小的小朋友呢，不太適合讓他們
就太早呢就接触太长时间去接触这些电脑，所以我觉得如果是那个电子书的话，年纪稍大一点呢，再让小朋友接触会比较好一点。那国中图其实他们那个也有很多的绘本是电子书，我自己也有申请那个数位账号，有时候也会上去休闲一下，那也是非常棒的。哇，真劲呢！因为也好好仔细吼，越来越发达的就抽个像迄国字图地图啊，唔但像有虚拟的电子书，没有实体的书。是讲吼，迄电子书啊，可能上个名可能呀，实体书要做的第一啊，国字图地图就做到动图吼，上个做的东西，还有上个看的书啦。好，清明咧，可能就来大家来讲一下吼，呀凯迪克讲吼，呀昨年咧迄啲台南咯吼，详细内容咧要做的上面哦吼，打卡。凯迪克就做得青岛的咩，系冇？还有今日就小几到的就係頭擺喺台中圖書館咯，唔過一下幾件哦改名的哦，變做動態設計動功能性動多的啦吼，有某種年齡層啊，還有某種國家就做得累到的，就係國立公共圖書資訊館，資訊圖書館，係做得請注意吼，過一擺老太家講一下，要在 V 數啲內好冇？我哋 V 數路喺高等法院對面，哦，台中高等法院對面係，就算喺台中嘅南區啦，哦，南區我哋出自台中市的五權南路100號，100號係大家吼，唔但將喺台中嘅人做得起吼，喺全台灣吼就做得起哦吼，然後機器人了咩做得，好，今日好東港車兩位來到現場來分享啊，等你想嘅圖畫書，還有圖書館，什麼？謝謝。好，也下好，大家就先來聊一下，等下又向下來做運動了。